为着要了解马太鞍溪崩山湖的变化，林保署花莲分署有2队去现场勘查，2队拢已经落山了。队员是搬山过岭，真无简单，才法度行到崩山湖的附近。这抓摸翕到水一切的所在上新的状况。队员是讲崩山湖的附近拢是烂河，徛拢徛袂稳，嘛随时有可能会搁放弃。好佳在已经顺利完成勘查，平安回来了。现在在验测虎崩塌地。 刚刚从上游，因为支流有2个大的地形瀑布需要垂降。上轮队员拄按开到直港，来到崩落地，为了掌握马太鞍溪崩山湖的现况，林保署花莲分署组一队特派队，行古林道、帕拉路、野秀路，今日用5更半往回崩山湖，摕到宝贵的资料。当地崩落严重，林仔线长站无路通行，就要冒险直港。棱线是断头的状态，所以我们才决定走溪沟线，然后再 做2段的落差的垂降，这样山体都还在不断的崩落当中，这样就显示说那边的地质或现在的条件状态是比较脆弱的。花莲分署的人讲，当地根本就无所在看所啊，敢会当挖苦大石头还是碎树丛？20楼悬的断崖分一段一段直降，唔那爱碎，如果爱赶时间。开始那是跟卖命一样，对，因为那些我们都不晓得，我们上方又何时会有落石会下降，然后到又要最短的时间要到达运作区。目睭前最浅的马太鞍溪，伫普北崩落的环境内底，煞有一种拍远的美感。不过队员一步一步细力啊行，大面积的崩落甲落来的石头，哪像是咧月球表面。上面都没有植被嘛，剩下白白灰灰的，就是有点像月球表面这样。我是听到 伙伴的说法是这样子。冒险行伫路780米的碎石坡，来到马太鞍溪流域，水不加错流。那崩山湖湖边是人要徛在，就真困难。一流口附近是烂泥巴，机器过去可能连那个移动都是问题。目前的状况会陷了。这摆行动结合东部搜救委员会甲山林专家，初二开始打渣，初7落山，快速平安完成任务。 中策会山林文化工作者张光成讲，爱感谢所有队员的专业。林保署讲，这个行动成功来确认林道到崩落区的现况，和崩山湖1楼的变化，和后续防灾的决策有重要的依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